敌人给我们把许过等，那么我看中中嘛你这敌人这活动等，搞出一敌人这地你妈敌人了。观众男吧，你的脸都热舒服到我们看中中嘛年纪，长些的看到比，干的了满这本，年度的陪练，让到把脸发正当，各位看不见。是啊，亲爱的朋友，当八瓣格桑花绽放在雪域高原之时，正是我们雪域高原绽放芬芳之时。此时此刻，每个藏人脸上都洋溢着愉悦的红光。当祥瑞的梵音在寺庙的金顶吹响，我们藏人的心灵被菩萨的慈悲所滋养。今天，阿尼玛卿神山披着祥云，把吉祥洒向山阁之城，炉火城荡漾着幸福的喜悦。今天，匆匆赶来的人们怀揣卡达，把美好的祝福挂在了脸上。今天，一对有情人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彼此，要在这天地吉祥、时辰吉祥、众生吉祥的日子里，借千里康巴祥瑞气象，借泱泱雪域上善非为，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。请席前德高望重的父老长辈们，用你们几十年积存的福德，为这一对新人祈福。请其中俊男靓女的同辈们，用你们朝气蓬勃的精神，为一对新人祝福。请席尾瞪着眼睛的金童玉女们，用你们纯真的童心，为这对新人欢呼。那做堂妹等这个新兵，红叶蓝对这些，刚四姐，门对些，你的红叶姐姐这个土产园。对了，这些人都进在过大大不是过这这呢。感谢这精彩的人生，感谢这美丽的旅程。朋友们，良辰吉时已到，我荣幸地宣布，新婚庆典仪式正式开始，有请民发起炮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此刻让我们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到爱的幸福通道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新人的华丽出场。朋友们，现在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，掌声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